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又再講下 Venus Legacy 有幾好。如果你係一個熱愛運動、好中意運動、長跑選手，好中意打波、好中意打高爾夫球、打籃球、網球，任何運動都好，其實 Venus Legacy 都係你一個好好嘅伴侶嚟嘅。因為點解 Venus Legacy 佢有佢嘅獨特嘅磁力脈衝，佢可以幫助我哋嘅成個身體肌肉咧放鬆。如果你做完一啲好劇烈嘅運動啊，或者做咗運動好耐，肌肉已經好疲倦、好拉緊嗰陣時候咧，其實 Venus Legacy 咧，佢可以幫到你咧放鬆翻你嘅肌肉，等你嘅肌肉咧可以有個好好嘅休息。同埋咧，如果你真係唔好彩，可能有啲傷患啊，有啲受傷啊 ，Venus Legacy 咧嘅磁力脈衝咧都可以幫助我哋身體咧釋放大量嘅止痛物、止痛嘅元素。令到我哋身體肌肉唔會再拉扯，唔會再痛楚。咁變咗呢個情況之後咧，你做運動嗰個過程裏邊咧，你就會得到一個好好嘅理療，亦都會可以咧幫助你咧成個身體咧回復翻一個平衡嘅狀態喎。所以 Venus Legacy 咧係一個運動員或者一個熱愛運動者一個好好嘅養生理療嚟嘅，所以大家記得嚟試下啦。